而家一個好嘅機會俾大家要把握住呢份機會，要接受耶穌，相信耶穌係我哋嘅唯一救主，從而有得到盼望，永生嘅盼望。咩叫永生嘅盼望啊？因為我哋嘅人終有一死啊！你想去落地獄定落上天堂啊？因為地獄就係一個地獄嘅深淵，天堂就係一個無憂無慮嘅世界，所以我哋要把握呢次嘅機會去進入天堂定地獄咧。仲有耶穌係天地貌嘅主宰啊！因為世人都犯咗罪啊，虧缺咗神嘅榮耀啊！我哋嘅人心啊，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啊！有邊個能識透咧？我哋嘅人啊，專顧自己啊，貪愛錢財，自誇狂傲，毀謗，違背父母，忘恩負義，心不聖潔，無親情，不解怨啊，好說讒言啊，不自約啊，性情兇暴啊，不愛善良啊，滿口咒罵苦毒啊，呢啲都係我哋嘅罪啊！因為耶穌嘅嚟到係要救罪人啊，唔係救義人啊，所以我哋一出世都有罪啊。從而我哋要相信耶穌係我哋唯一嘅救主，佢仲要赦免我哋一切嘅過犯同罪孽。因為沒有義人啊，連一個都沒有啊，沒有明白的，沒有尋求神的。因為他們雖然知道是神啊，知道神啊，卻不當作神榮耀佢啊，也不感謝佢啊，將不能朽壞之神嘅榮耀啊變做偶像啊。佢哋知道神審判嘅定行這樣嘅事的人係當死啊，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啊，還喜歡別人去行啊。他們眼中不怕神啊！呢度就係講話，我哋要知道我哋嘅唯一嘅救主係天父上帝主耶穌基督。我哋嘅罪嘅工價就係死亡啊！按照命定啊，我哋人人都有一死啊，死後且有審判啊！咩叫做死後有審判啊？因為耶穌基督將喺不久嘅將來會再次嚟到我哋嘅世上審判我哋嘅罪，從而我哋人人都有一死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我哋會死咗之後咧，有兩條路，一係落地獄，一係落上天堂。而家我哋要點揀咧？佢落天堂落地獄定上天堂咧？我哋梗係要上天堂啦，因為天堂係一個無憂無慮嘅快樂嘅世界，所以我哋要選擇一個正確嘅道路。因為呢度講啊，神創造人類啊，係本來唔使死嘅，係由於始祖亞當啊違背咗上帝嘅命令啊，犯咗罪啊，罪嘅工價係死啊。喺嗰一刻啊，死亡啊就詛咒就落到我哋人類嘅頭上啊，而每個人都必須面對死亡啊，同埋要受到上帝嘅審判啊。所以人類嘅死係來自罪啊，是罪嘅結果啊。呢度講這裏所說的死啊，唔單止係肉身啊嘅死啊，係永遠嘅死啊，亦都係人日常受其糾纏嘅死啊。死係人類墮落嘅終極結果。首先人嘅靈係死啊，至終啊，人的身體也係死了。死咗同罪咧係唔可以分開啊。喺嗰度有其一又有其二啊。唔止係咁啊，死唔止係人將來嘅肉身嘅痛苦啊，又係人類現今每日所受嘅痛苦同埋限制。喺嗰一開始啊，耶穌啊，上帝係派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啊，嚟到世上降世啊，為我哋嘅罪啊嘅死啊，從而將我哋喺罪中救咗出嚟啊。佢差派咗耶穌基督啊，因為神愛世人啊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啊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呢個嚟講係天父差派咗耶穌基督降世，為我哋嘅罪從而犧牲捨身
我哋只要相信佢啊，就唔會滅亡啊，反得永生啊！點解咁講啊？因為我哋始終都有一死，我哋相信咗佢就去咗天堂，就一個無憂無慮嘅天堂。我哋要點樣可以相信呢個救主咧？我哋要認罪悔改啊！點解認罪悔改啊？要口裏承認，心裏相信啊！佢係我哋唯一嘅救主啊！從而啊，你要接受呢份救恩，我哋要得到永生嘅盼望，從而得到呢份救恩。我而家懇請路過嘅街坊，請接受我哋呢份單張。